梵蒂岡選舉教宗會議於5月7日下午展開，天主教澳門教區5月6日晚上為選舉教宗意向奉獻彌撒，彌撒由李賓生主教主持。主教以唯一、至聖、至公從中途傳落嚟作為主題，並指出天主聖三係三位一體，天主亦希望我哋因住佢嘅大愛能夠合而為一。主教引用當日嘅讀經，講解教會係有一致嘅信仰，有一致嘅形式，有一致嘅真理，亦係一個以基督為頭嘅身體。而作為耶穌基督在世嘅代表，教宗就成為咗教會嘅牧者，去牧養呢一個羊棧。主教又提到，教會由耶穌基督所建立，而教會嘅終向亦係天國，因此教會係至聖嘅。另外，教會係歡迎所有人都能夠藉住教會而得到救贖，因此教會係至公嘅。主教強調，聖伯多祿亦係由耶穌所揀選為首任教宗，教宗係由宗徒傳承落嚟，作為教會嘅頭，去帶領我哋呢一個合而為一嘅身體。所以呢個真真正正嘅基督所定下嚟嘅一盞，就係由宗徒傳下嚟嘅呢個公教會。雖然係咁開放咗俾任何人，但係佢係一目一盞，一個原則，一個根，一個基礎，一個泉源，然後一個牧者。所以呢個嘅宗徒嘅繼承人，教宗嘅最高嘅權威，所謂叫做首席嘅位置咧，呢個就係成為咗我哋一目一盞、合而為一呢個身體。主教最後祝福教友們，無論新一任教宗嚟自任何地方及種族，佢都係由宗徒傳落嚟嘅繼承人。作為教會肢體嘅一員，我哋應該熱愛並為新任教宗祈禱。